假設你揾到你想追求嘅興趣同埋好奇心啦，想學習點樣將興趣變成賺錢嘅機會嘅話，咁你可以點樣令到自己專心到4粒鐘去工作？以下呢3部曲會幫到你嘅。第2步就係分類同埋優先化某啲嘅事項。點樣分類係你嘅個人選擇嘅，但係類別可以包括係健康上面啦、人際關係上面啦、家庭事務上面啦、工作上面嘅一啲細節啦。譬如我嘅話就直接關於同學生做嘅教育工作啦，有一啲推廣嘅工作啦，一啲社交媒體增長嘅工作啦等等。至於點樣 prioritize， 你係可以參考呢個 Eisenhower Matrix 艾森豪矩陣嘅工作管理工具嘅，透過呢4個方格啦，同埋緊急性、重要性分類，令到你決定邊啲嘢係應該即刻做，或者即刻安排其他時間做，或者揾人幫手做，或者清除佢完全唔做呢4大類別。如果你決定唔到邊啲嘢係優先事項嘅話，咁其實你可以擇公字就決定做唔做嘅，因為你唔肯定佢係 priority 嘅話，咁好多時嗰啲嘢多數都唔係 priority 嚟嘅。當你按照咗以上嘅方法做分類，咁你嗰4個格仔就應該至少每樣都有2至5樣嘅事項啦，俾你喺未來嗰幾日去做啦。